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云林县的大西乡过去饲蚵仔、讨海、甲商业活动拢真盛行，串联着海港甲市区的中山路，早期更加是繁华的大通路。随着渔港来鱼味，人口来外流，大西老街嘛慢慢来落车。2021年，专业团队进驻大西，推动地方创新的计划。因除了把5栋损害的旧厝美化做公共空间之外，老街部分的店家，像米店、像中药行等等，嘛以充满着文创意涵的扛棒来讲着老店传承的故事。到底这团队安怎甲居民来串联？青年回乡，搁安怎为故乡来翻转未来？山海之乡发现创新的系列报道，咱做伙来看大西的故事。台西说改变没改变，说退步很多。缩小版的台湾近代建筑史，其实都可以在这条街上面看到。那你想法就讲退伍，一根房子已经破掉，你在整理有什么意思？以前我无看棒啊，即摆做一地一家，我游客那礼拜六日来吼，拢会大家打卡。台西也很多资源在的，就不会造成像以前我们都会说，年轻人就是毕业后就再不回来了。各位咱大西村的村民大家熬早，大家好，这是咱村办公处公布。云林县西部沿海大西乡，过去叫海口，大西村是上兴旺的庄头，中山路是闹热的一条街。60年前的台西是蛮进步的。第一个有海嘛，有商船进来，有渔船回来，每一个街上每一个店家都在做生意。你看我们还有旅社，这个就表示这个年代已经很久了。下早9点到10点这个中间，就是咱大西村要注射的时间，请各位村民把握这个机会。随人口渐渐啊刷去外县市，老街鱼味引起外界注意。专业团队未来透过社区再造和地方创新，大西无忧开始有新变化。我们试试看嘛，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团体进来要做这个活动嘛。那你想法就讲退伍，一根房子已经破掉，你在整理有什么意思？那你共同设计家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。这样子是可以拆，但是这个侧墙呢，我们就想要留着。它屋顶的话，屋瓦我们会把它拿掉。2021年，设计团队进驻的头一步，因开始算在地无好的老厝。我们想要留墙，可以留的话就这样。为古帮下找新出路。仔细的去理解跟认识这里在地的这种建筑的街屋，发现它这里从现代主义，然后折中主义、装饰主义到古典的装饰，等于是一个缩小版的台湾近代建筑史，其实都可以在这条街上面看到。一开始设定的空间不一定有办法改造，因为有些屋主他真的是找不到人。那藉由清理的过程里面，开始去认识、理解这个老屋它的特色在哪里。这一间我们就是像这个树，我们都想留着，就是危险的地方，看要怎么加固而已。很特别的。保留旧时代优美，改造后的老厝，有真无同的特色。这一家205在以前我们的长辈他是一个私塾的老师，他都会讲汉文，然后我们小时候他都叫我们读汉字啊。他年轻的时候是日据时代一个保证啊，让公播警了，就村长了，所以他的房子特色比较多了。这边以前是做什么用？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理发厅，像这边这是椅子啊，6个椅子，6个镜子。这剪了。剪过头发吗？也小时候有，那老板娘也都帮我们剪头发都有。坐哪一个位置还是我记得第3个位置，我记得第3个位置在这里。那时候剪头发多少钱？还是几块钱而已啊，不知道是10块还是几块钱而已。囡仔时的记忆还阁伫咧，不过基础已经旧拗，老厝改起，目标要争取姿态优美的艺术圈，改变大西，即马赶快继续咧打拼。结果他们一来，就从脏乱开始整理，
我每天在看，我说哦，这个是真的太有心。一个屋子里面都是黑漆乱七八糟的，整理到现在，这个当然我们看在心里就觉得他们这个团队是很用心的。像这个那个门窗啊，他们都留下来，这个是他们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老木材哈，是蛮不错的。所以经过他们改造以后，该留的都有留下来，我觉得可以当做一种回忆，也蛮好的。来的时候就是整个屋顶摊下来了，哎呀，才发现这棵树这个空间实在太特别了。理发店的地板都有贴瓷砖啊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瓷砖把它保留下来。等一下进去里面那一间还有那个地板是夯土的地板，炒菜锅也都是牌子贴的，各种不同颜色的马赛克瓷砖。中山路是台西经济重要所在，这流出过去拢有代表伊的特色和时代意义。小心头，高的。岁月流落来分吃，老厝可能因外过时间，咱就挽过秋田找得岸。这个日历是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找到的，然后它就是1993年4月13号，应该是4月12号离开的，所以4月13号它就没有撕了。最近加盖了，以前的船是可以开到后面这条沟的，等于是它的后门是港。自己家里的小船是可以开到家后院的，有点像威尼斯，你想象一下。阿丽来介绍一下英美西装。啊，其实昨仔就是你较早开的哦。哈，较早阮开这个。啊，你较早开西装店，你的家私有啥物？家私都剩你台车拢坏掉了，拢送人去啦。啊，剩一支加刀啦。加刀搁有啊？加刀剩一支啦。伊是在地人画家丁虎良，彩虹是伊的专长。我这是画啥？迄个海。咖啡色迄是啥物？这是啥物？迄个垃圾啦，水啦，水啦。莫食高温呢？无啦，我画佚佗，我嘛。去做台西，用滨海卖料小店之名，展现在地历史人文，到达特色产物，嘛是重要设计元素。我们做一些空间改造之后，也可以变成是他们体健的，就是运动的装置。像这个就是一个打壳壳的机器，把它放大4倍，然后上面压下去的时候，就会跑出可爱的这个鹅啊的宝宝在里面看书。这是一个可以转的转盘，然后里面就是我们这边的海鲜主要的产业，除了鹅啊之外，就还有蛤蟆，它这边叫荤油。脚踏车的这个摇杆，它可以打开，然后再让长辈可以在这边做简单的手部的肌肉运动。生命轮廓有力，伫咧红砖啊壁旁宣传，见证台西繁华过去。我大海台西，民众除了做一般的石头，嘛是行饲鱼仔，四个拢是渔稳的农业乡镇，蚵仔和蛤蟆是在地特产。这个壳啊，拢是单调的哈。这壳啊。对啊，迄壳啊。这车边边好调。拢单调哈。你拄头讲你做几年啊？做这？做这哦，无几年啦。讲这久的，我从少年做到老啦。伊敢若看你这型，你讲无几年，你已经看几10年啊？无啦，无几10年啦。甲买地的蚵仔壳讲互脆，成做建材一部分。这个海口公园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铺面。那除了这个用在地的壳这个素材呢，我们发现说以前台西也有诗社描述我们台西的一些生活故事呢，把它刻在这个大理石板上，来。双脚踏伫咧台西土地，艰辛行每一步，脚踏实地。我们这一个颓屋呢，就是这一次改造的其中重点之一那我们把3间分别有3个主题一个是我们的声音，第2个是我们的文学，第3个是我们的色彩。要小心哦。好。我们这一间呢，以前是这个仓库啦。那我们计划团队就思考说，这个地方的一些收集来的一些文本做一个装置艺术的呈现。听一下我们台西海潮的声音。
工业架套分合防火意境，铁片顶因的丝丝，温质和温度甜调调，看起对故乡高高的敬意。要打才会漂亮。哦，真的。对，这边以前这地上都是草啊，你们现在站的位置都是杂草啊，都是一堆空罐子。用蚵仔壳做艺术，除了休困者当医疗，就和青仔树骹嘛真有特色。公园正做改造大细代表作品。社区营造团队进驻之后，他们将原本的客运车站和腿屋做结合，台西有了第一座的公园。而透过艺术的巧妙搭配，像是位于交通枢纽的台西圆环，它就以希望之海的设计，让老街有了崭新风貌。道理滚滚的大西圆环是交通重要的路，一边探位海口，一边亲入内陆。为了打更加美丽的艺术任务，当时一顶在地人做伙出力，为改头换面，做上尾装塔。我们这一件作品就是由我们2个，还有吕师傅，还有小师傅，然后会帮大家就是把它整个装置做完。手工叫一个角对不对？叫一个角，你得按顶像这种安尼无起哩。圆环艺术化是大西变化头一步，中山路的几个点头有文青风格城人水，搁一摆互老店出名。那照阮阿公算是，到阮是第3代。嘿，对。因较早做囡仔，因咧讲即条街路拢人足满的，不管若拄着拜拜，还是初15吼，平常时嘛是人拢足济，拢直接咧买卖啦。即马都一寡人拢无伫个，掠出来。你摆倒。遐停遐。我们这个老店哈是祖传下来的，已经我的手已经第4代了。老店伫咧大西世代传承的信物，拢是历史痕迹。台西说改变没改变，说退步很多。你要写啥？我要写食条啊，有啊。你迄个大罐的，过来。谢谢。你安怎食？安怎食你知？可以啦，因为台西的人口已经往下，现在人口差了很多，很难发展了。落雨天的老厝有淡薄凄凉，嘛感受到树木、稀微和沧桑。编曲也是我的兴趣，那刚好有这个机会，然后又是对故乡可以表达一些情感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还蛮兴奋的。这首由专业音乐人和在地青年共同创作的歌曲，描述大西生活的日常，嘛讲到真侪人对大西的共同心声。我小时候的经验是，我要学任何才艺的时候，其实是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就变得其实我们的资源可能就是比较还是有城乡差距。其实很感动哎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一起合在一起练习的机会非常少。这是一场和海口历史互相对谈的改造计划。说其实台西也很多资源在，对，也更多人
会走出来做他们会想做的事情的。大家慢慢知道，台西，云林县这个台西好像有在改变，跟这边的村长跟这边的年轻人都会持续的想要说，我们一起为这个地方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一起来努力。台西当地的改变，海口庄第5季，期待迎接未来新生活。桂格5X 5倍人参浓缩精华，持续专注力、续航力，让身体跟得上你的野心。桂格5X 人参浓缩精华饮。拉拉熊夏日慵懒运动趴开始，慵懒的节奏，慵懒的香气，慵懒的心机。夏天来全联买饮料冰品，和拉拉熊一起慵懒动起来。福利熊邀你来台东打热气球哦！我之前报一个吼 PPLS 给大家食，迄大家食了拢敲电话来鹅肉兼水多些，我一直讨要爱啦。咱讲真正的，这个 PPLS 确实有影真好，我是食了真正有影咧，伊会当互你安尼愈食愈清。愈食愈明，搁愈食愈金，迄次我生目睭发目睭，慢慢拄到安尼遮好的物件。我食个啊月尔吼，都有感觉咧。平常时啊保养好吼，咱安全性嘛够有够嘛。用了这个 PPLS 以后啊，那真是改善很多啊。你想，也不是这么好的物件，哪有可能一个补一个？如果好好保养好，心情就会轻松，心情若轻松咧，身体就会健康哦。对，这个 PPLS 吼，全世界敢若咱台湾才有尔。迄外口来讲有哦，迄拢总假啦。无唔对，参照 PPLS 安尼的配方，佮得到台湾、澳洲、中国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甲欧盟的专利，请赶紧来作文，让你变成超市之王。你这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哦。你在妈妈肚子里吃娘家益生菌。娘家益生菌是有学问的哦。娘家益生菌 NTU101是有身份证字号的专利菌株，帮助调整体质，适合台湾人。帮健康从小打底，让好体质代代相传，天天存好菌，代代都健康。娘家益生菌，订购专线0809060999。肝病在台湾1年夺走了13000多条人命，很多人英年早逝，留下少妻幼儿。人多活一天，就是小孩子有爸爸。做电视这么多年，看过真侪人受肝病拖磨，艰苦着家己也拖累着一家伙啊。其实人的肝都亲像下到新妇同款，家己艰苦，家己担，做甲无眠无日，肝出问题才知影。所以顾家爱先顾肝，肝好，家庭的条才袂倒，一家人也才会平安幸福。正肝能通过国家健康食品认证，经过动物实验结果证实，可以降低酒精性脂肪肝，有效延缓肝纤维化，帮您保肝固肝。照顾韩版恭维认真拍拼的老实人，正肝能守护您的最爱，陪您健康打拼。平凡的日子，衣服有了新鲜香气，就能沉浸幸福。全新兰诺155芳香豆，洗后持香12周，一整天都沉浸在新鲜香气里，真的好幸福。兰诺155芳香豆新香上市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，今年83岁，已经打完第3剂 COVID-19 疫苗哦。打疫苗前要吃饱睡饱，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。长辈要请家人和照顾者陪同哦。到了打疫苗的地方，会有医生为你评估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请教医生哦。卷起袖子，打完疫苗，在现场休息至少15分钟以上，确认自己身体没有问题，才可以回家休息哦。回家后记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，多休息，多喝水。如果身体有不舒服，就像一直发烧超过48小时，还有呼吸困难，有晕眩，心脏跳得很快，还有全身红疹等等，一定要请家人带你去看医生哦。我是陈淑芳，请跟我一起卷起袖子，接种疫苗，提升保护力，
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地方创新为2019年伫台湾启动到今，已经来进入到第4档了。各地头的故乡再造的计划，犹原伫艰难当中继续咧进行。山海之乡发现创新的系列报道，后礼拜要来去台南的祖镇，这个红讲是极限的庄仔头的祖镇，当面临着什么款的危机？当地方创新团队来进入，这组镇是不是会当来打败逆境，搁来创造着产业的奇迹呢？后礼拜咱讲互乡亲知。感谢乡亲的收看，我是林玉珍、林玉珍，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咱后一届期待再相会。